日头，天气有小雨，互阮人搁较无受阻挡，来到主你面前，同心自会啊敬拜。主啊，你是礼拜的主，你是即个会堂的主，也是掌管阮的。愿你的圣神的德工，真正伫阮中间做工，互阮明白你话中对阮所要讲的话，真侪阮的开力，真侪阮的帮赞，搁较是真侪阮的见证。伫你面前，阮要谦卑来领受，做伙来学习，愿你亲自看顾引带。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今仔日三甲分享，这个主题有一个连贯。咱就是顶礼拜三甲分享到信心、看见、甲得到。今日咱要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信心，就是安怎顺服甲交托。顺服甲交托。咱有读两段圣经，这两段圣经要请做咱来明白这个主题一个锁匙。咱经在小等的会做学习。咱头一个要三甲分享的是讲。信心甲顺服到底伊的关系是甚么？是哪有信心的人会顺服？顺服的人是因为有信心。但是咱就是看见，咱的主耶稣，伊伫伊的故乡，就是伊出细汉大汉的所在，就是拿撒勒。圣经有记载，伫路加福音第4章，事实是对4章16节开始，就是记载讲耶稣伫拿撒勒伊的故乡，伊是已经算讲出道啊，就对啦吼。伊较早是伫即个所在，安尼可能囡仔人四过规个城，四过扫来扫去安尼吼，也是讲做伙甲遐个同伴咧生活的。毋过，这个时阵，伊是身份是诚做一个讲道者，是诚做一个讲道者，因为伊有写讲，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伊长大的所在。伫安息日，照伊平常的规矩，进入会堂，徛起来要读圣经。伊读圣经就是这段出名吼。咱自然之士又甲伊的这个福音的古典叫做48吼。就是这段经文，伊入会堂，伫伊的故乡，人摕圣经互伊，就献以赛亚书，读起迄段出名的经节，讲上帝灵伫我身上，用膏油膏抹我，互我传福音嘛送向人，差遣我报告受了的得到透放，青迷得到看见，遐受压制得到自由。听起来是足安尼雄壮威武，对不对？看起来是足。有细面的，嘛是一个起手式就对啦。但是，咱若看规段经文吼，耶稣即款的宣告是充满着迄个信心甲气力的。毋过吼，伊故乡的百姓吼就不这么想啦，因为圣经有记载讲，因这故乡的人对伊阁是无任何安尼心拍开就对啦。但耶稣伊实在家己也未完成哦，也未讲了，伊就先讲一句，就是4章24节。伊讲：我实在甲恁讲，无有先知伫家己的家乡互接纳的，吼，无有先知伫家己的家乡受接纳。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咱今仔日是要先来想讲。信心甲顺服，耶稣哪会伫即个所在来讲两个旧约的故事？耶稣先引用以赛亚哦，过来讲这个话，先秃头讲先知的故乡无受欢迎啦，讲话改成无人要听。但是伊要讲什么主题呢？伊先要讲这个话呢？而且伊讲这个话了后，讲这个话了后这个百姓并无改变心意。圣经有记载讲，会堂内的人听见这个话，拢生气大生气，就起来甲伊赶出城。搁伫城的这个
外面有一个山，伊要带伊车落去山坎呢。啊，耶稣无惊，伫众人的中间行出去。这是这个故事的背景。啊，咱今日要想的是讲，耶稣讲两个旧约的故事，拢是出名的故事。啊，牧师点你就知影吼。耶稣伫会堂分享顺服来证明信心。啊，这是两个出名的故事，就是以旧约的代表，拄好一对先生甲师傅的故事，就是以利亚甲以利沙的先者的故事。伊咧来讲到顺服的要紧，顺服才互伊的信心来得到显现吼。啊，所以咱会当看到信心的人做出来的反应是甚物结果啦？啊，到底耶稣讲这个故事，要互这个会众听讲，恁拢是对细汉就伫会堂的，啊，恁来看看这个故事，恁安怎想？所以耶稣就安尼讲，当以利亚的时阵，天吼等于是风捌的就对啦吼，天啊都拢风捌啊，无有任何的这个云也是雨啊，伫迄个所在就是空旱就对啦吼，空旱，讲遍地吼有大饥荒，啊，圣经安尼记载是讲，啊，迄个所在因为安尼吼，产生真多的寡妇啦。啊，是安那饥荒吼，啊会变寡妇，嘛无讲足清楚，可能有诶兄弟出外拍拼，啊是怎出去怎无转来，因为寡妇留伫家乡，啊，才会兄弟出外拍拼，啊，就3年6个月3年半呢，啊，所以拢无落雨，无种作，也无生产，啊，就讲寡妇就怎增加起来。伫这个所在，受记载讲，因为这个以利亚去到一个寡妇，就是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遐。啊，迄发生什么代志呢？是因为这个故事讲起到一个寡妇，因为顺服这个先知的话，照安尼去做，讲迄个。板年的油无欠缺，啊，新热淋到伫伊的身上，淋到伊的身上。所以，因为安尼，这个故事在强调的是讲，伫迄个抗旱，大家拢无通食的时阵，而且这个寡妇是食最后一顿。迄严重是严重讲，啊，我若有剩分你食，若有啥？啊，是这顿我若食去。啊，若互你食，我就无啊！哦，迄是一个足严苛的考验，就对啦吼，足严苛的考验。啊，所以耶稣讲这个故事，用顺服来证明信心，互这个以撒勒法的寡妇吼，伊讲因为安尼啊，因为侪寡妇因嘛无信上帝，因为这个所在撒勒法的是伫外邦的所在，啊，所以因无顺服，啊嘛无法当得到上帝的救恩啦。只干那，咱今日看到这个耶稣讲这个故事，这个寡妇无住伫以色列，是伫外邦的撒勒法。撒勒法就是伫吹罗西顿的南边啦吼。啊，迄个所在呢，上出名就是拜巴力，拜迄个假神吼。啊，外邦的所在安尼。啊，就是安尼，撒勒法的寡妇，伊敬畏上帝，相信上帝，顺服上帝，所以当以利亚来到这个家庭，吼，迄上帝找伊去的啊！啊，遐尼侪寡妇，伊特别敬这个。啊，然后伊甲伊讲：“你去摕一点仔水甲饼来互我。”这叫做天人交战。临时一个无熟悉的人客，啊，而且佫毋是因共装共作的，啊，是因的对敌以色列人。啊，走来阮遮，啊，佫要叫我剩这个板里吼，瓮仔内底都无剩无偌侪面粉啦。哭哭悄悄的麻辣，有够人食一顿，因为迄个寡妇讲，啊，这顿食吼，啊要生要死都不在意啊，迄种意思啦。
所以这个寡妇吼，无因为安尼就失志，就怨叹，就见怪这个人客伊利亚。伊讲我无饼，只加一点仔面，甲一点仔油。我现在咧抾茶，要为着我的囝做饼。我食了吼，要死就要死啊，就无法度啊啦，无通食，安尼就对。但是伊利亚安那甲讲，讲你会当照你所讲的去做，只要先为着我做一块仔细块饼来互我一点仔水，一碗水。那安尼，我甲你讲，你瓮内底的面粉袂减少，板里的油无减亏，直到耶和华好好降落迄日，兄弟姊妹，伫迄个寒日绝境，一个青疏人来到伊面头前讲，会安尼会安尼，最后一顿先互我食，兄弟姊妹，若是甲理性，你会接纳袂？你我当接纳无？迄就是一个真极端的条件。这个寡妇要哪回应伊呢？但这个撒勒法的寡妇伫完全绝望的情况下面见到伊利亚。伊利亚所讲的话，差不多是超出伊想象，也是伊原来的环境都无可能想象的。但是，耶稣讲的这个故事是，这个寡妇犹原相信。有时我咧想讲，一个人行到绝路啊，剩无两角，一个去遮来甲你讨，讲我都无人食，你敢袂当互我？其实有个人会变做伫即个时阵吼，圣经是记载讲，即个寡妇有信心啦。若是另外一种的想法，有可能是讲差都差无遐济，差一顿啦，要死生就死的，即顿互你做好事就好啊安尼。但是寡妇伊是选择相信，所以撒勒法寡妇用信心甲顺服的态度。无顾着家己的囡仔，巴肚枵伫遐咧啼哭，伊做饼来互伊利亚来食。兄弟姊妹，用信心来顺服，无简单啦。因为信心的前提就是讲，你看会到，你相信后壁的代志会发生嘛。你若无法当预料讲伊确定会发生，你就无信心嘛。所以要用信心过来顺服是无容易的。所以寡妇讲做饼好，交代伊利亚食，也互伊啉，因为安尼讲顺服带来祝福，伊的顺服，上帝祝福就临到。圣经记载讲，伫即个抗旱3年6个月，3年6个月哦，毋是3工哦，讲伊。伫伊瓮内底的面粉无减少，板里的油嘛无欠缺，因为心才领到伊。所以咱通知影讲，这个寡妇用着一顿的信心，来换来上帝3年6个月拢无欠缺。迄3年6个月，毋知要阁死偌济人啦。因为发生的时阵，就遐济寡妇啊，3年6个月，到即啥要哪过啊？所以。咱通对耶稣讲的这个话，是要互伊的会众听，伊故乡的百姓听讲，你看恁的祖先早前的先知安怎做惊神者，一个外邦的妇人安怎相信这个信心信仰？但耶稣伊是上帝的囝，来到伫百姓的面前，是要甲因挑战讲，恁有这款的信心无？是只干一个，你照时间去会堂做礼拜，去转来也无改变啦，都照时间去尔，无有生命的转变。所以耶稣咧挑战因的信心甲顺服，因为伫遐就咱经历上帝的祝福。所以耶稣伫即个会堂讲这个故事，有伊特别的意思。佮第二个故事嘛拢类似，拄好是。伊利亚的徒弟啦，伊丽莎所拄到的即个吼，哇，安怎讲？迄对象搁较大粒。伊利亚是拄到一个寡妇，但是伊丽莎是拄到一个将军。所以要处理的代志搁较复杂啊。先知吼伊丽莎咱即个跳过吼，即我先知伊丽莎的时阵讲。以色列有真侪
得到这个太哥病吼，大麻风。但是这个大麻风，迄流行吼，啊煞足侪人拄着，足侪人是真悲惨。因为咱知影早前诶太哥病，也是讲大麻风吼，就是感觉是一个传染病，逐个人无了解伊破病原因，所以足惊吓，惊讲会传染，所以大部分大麻风拢爱互人赶去到一个无人插杂的所在，自生自灭。若较好心的家内人会等物件互食，若定可能是一个山洞，也是一个窟。但是着大麻风是一个叙利亚的将军叫做乃曼。但是耶稣讲这个故事是讲，遐尼侪人拄着病痛，但是竟然得到医治的，是一个外邦无信主的将军叫做乃曼。伊是咧讲这个故事，所以你感觉有一个对比吼？耶稣在讲的故事拢有连贯的哦。第一个故事是以利亚去到这个寡妇的兜，寡妇是外邦人，先知以利沙拄着这个太过病受医治的，竟然是一个外邦的乃曼。伊讲除了叙利亚的乃曼以外，无一个得到清气的，表示讲，因为这个乃曼相信、顺服。这个故事咱嘛会当好好来复习，因为咱记载的旧约真长的故事啦吼。咱这个重点是讲，乃曼将军一个高高在上的将军，因为伊用顺服来证明伊的信心，所以圣经记载讲，以利亚的门徒、以利沙的时代，一人得麻风病，但是无人得到医治。所以原来是对敌常常咧攻打以色列的对敌军队，就是伊隔壁国的叙利亚一个大将军，伊无相像。伊虽然是一个将军，嘛是拄着大麻风病就对啦。这个故事咱简单讲，有一天，因为这个将军因去甲以色列征战的时吼，有甲因掠人来啦，掠人来做奴才，其中有一个查某囝、查某囝。这个查某囝吼，听见伊的主人得麻风病，所以呢，伊就甲伊的主庙讲，咱的主人吼，你敢要考虑看嘛呢？阮的国家有一个先知吼，足敖的哦，足有气力的哦，你敢要去互伊看嘛呢？互伊甲伊医治，就是好医就对啦。伊又讲，我的主人来咱去见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只要以利沙为着伊祈祷，伊的病就得到清气。咱这人病痛的时候，哪有机会拢要试啦？伊想讲祈祷简单吼，所以这个乃曼就讲好，迄是毋是偷去哦，是一个大阵仗去呢。这个故事中间佫有去找以色列的王啥会安尼，但是呢，伊来到以利沙这个所在，那想讲我是高高在上，佫是定定拍赢恁的一个将军。以利沙一定会以礼相待嘛吼，哇，一定是好甲我款待啦。无想讲以利沙竟然无出来接待伊啦，无甲伊接啦。这种对伊敢足无礼貌安尼吼，足无礼貌。所以敢若交代伊的一个萝卜，出去交代一句话尔。伊讲吼，你去阮的约旦河去浸浴，还是讲去洗身躯洗7摆。哇！一个有自尊心高高在上的将军即阵原来已经不得已已经来到以利沙的门口，无人要接我，佫甲我讲去阮的河洗，人讲伊迄个上去迄条线断去阮叙利亚的河比恁即条约旦河偌大的水偌清气的你叫我来恁遮洗，我来你也袂我接啦。你也看，人的自尊心、人的骄傲，伫这个时阵发现啦。但是，伊的部下，伫这个伊咧生气的中间，
甲讲一句话，互即个乃縵听会落。伊讲将军啊，咱的先知若是吩咐去做一件做袂到的大代志，伊毋是啊，伊其实请你去做一件小代志尔呢。啊，若会当互你得到医治，你感觉无要去吗？伊只是叫你去洗身躯尔呢，吼，也毋是做啥物做袂到的事啊。即句话说，点醒即个咧上气的乃縵。讲有影都对啊，我都为着要医治，啊，这先知虽然对我遮无礼貌吼，也无对我好咧，毋过是叫我去做这样代志，都也无困难啊。洗身躯洗7摆尔，所以乃縵就听伊部下的劝告，回心转意行到河里，照以利沙所交代，伫约旦河洗7摆，结果讲伊的目复原，亲像囡仔遐尼幼吼。会得到洁净。兄弟姊妹，你听到这两个故事，信心甲顺服，耶稣是啊特别提起这两个故事，因为耶稣伫拿撒勒讲这个两个代表旧约的事件，咱通这两个先知的中间发现讲，这两个拢是无下因旧约对上帝的信仰的共同点，因为主角拢是外邦人。耶稣甲伊故乡的人，甲伊共信仰的人讲的话，竟然是引用两个外邦因为信心有得到3年6个月，有得到医治的故事。这个甲咱启示什么？兄弟姊妹，咱基督徒吼，有时伫教会久，咱会感觉讲一切拢足自然的。颠倒你拄着困境艰难的时阵，叫你信心瓦靠，你会感觉讲，哎哟，这敢有影？但是当拄着困难、拄着病痛，伊就谦卑仰望。上帝呢，照着这个新约，向咱显明伊的旨意是甚么啦？就是你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但是你若无相信、无顺服，上帝嘛无帮助你。就亲像这个以色列百姓。耶稣对因讲这话，咧甲因提醒启示的时阵，因听袂落，甲耶稣赶出去。路加特别记载讲哦，因要甲车落去山坎的意思讲，哦，这个人吼，少年家来甲阮讲这是要刺激阮心，毋是？所以当一个信上帝的人，但是你的心若无拍开，你的念头若无改变吼，有时是做歹啊，比外邦人较厉害。咱嘛知影耶稣后来是互家己的这个百姓拍来甲害死的啊，来甲定十字架啊。所以咱也看耶稣用特别伫路加福音引用足侪外邦人的故事，你也看好为撒玛利亚人，嘛是外邦人啊。所以兄弟姊妹，毋通讲我属于即个信仰。我属于这个教会，我就稳当当。你若无常常改变，常常甲主亲近，常常转化你的心思，有时你是受排斥的一个，你是受伫遐气杀的一个咧，就亲像以色列百姓。所以，甲以色列百姓做对敌的外邦人，因为因有相信。有敬畏、顺服，所以因受照顾。耶稣讲这个故事，拢开始咧开阔讲，上帝是全世界百姓的上帝，毋是干那专属的恁以色列。所以恁以色列无啥物特别较厉害，是因为恁若无信心，颠倒输这的外邦人。兄弟姊妹，咱拄则有读诗篇。81篇，这是一句，真侪人爱背，所以我用好合本，因为这段话好合本的话，咱大家念得足熟，就是咱爱期待上帝的充满。诗篇的诗人甲咱讲，你爱大大开喙，我就甲你充满；大大来开喙，我要甲你充满。听起是一句正面
应允的话哦，吼。圣经安尼讲，我是上帝，恁的上帝，我要带恁对埃及地出来，恁着大开喙，着大开，我就要互恁得到帮助。这是咱读的这个经章。你们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们充满。这段话是正面的宣告，但是后面的话是咧讲，恁无大大开喙啦。所以我就无法通甲你充满。这句话后壁面是安尼哦。所以后壁面讲，无奈我的百姓无听我的声音，以色列人拢唔插我。你有想着讲，上帝讲这话，印证着拄则咱听到耶稣吼伫讲这两个故事。拿些来的百姓讲，哎呀，你讲这旧约的圣经你也无爱听，所以甲耶稣赶走咧。安尼甲恁警醒什么？咱老基督徒千万唔通诚做无信的人，像啥以色列百姓。经节咱搁复习一个，伊讲我是上主，恁的上帝。我要带恁对埃及地上来，恁的喙就大开，我就互恁帮助。后壁面是咧教示的话啊，伊讲毋过我的子民毋听我的话啦，以色列拢毋插我，毋听话，阁毋插我。所以上帝安怎讲，我就出在因心硬，互因照家己的所爱去做。我哪年啊毋望我的子民听叹我。伊是咧肯行我的路，兄弟姊妹，这话对咱有甚物款的刺激无？想咧甲咱刺激安尼呢？兄弟姊妹，咱要行这50几年吼，迄老这欢喜是一定的啦。但是敢毋是咧甲咱提醒，我这个至宝贝的上帝，50年来上帝安怎恩待咱的福音教会？上帝讲，你着大大开嘴，我就要甲你充满。我想要大大温书互你，毋过毋通学上帝讲后壁的话啦。讲毋过我咧富强的百姓拢毋听我的话，拢毋插我。只剩咱真正走无路啊咧。我迄讲听到咱教会的长老咧讲啊，伊讲咱毋通50年过富强靠啥物去拍卖？我讲哇，这声讲了伤大。意思讲毋通无警醒啦，毋通无认真互上帝弃绝啦！你看上帝安怎讲？讲我就出在因心硬，互因照家己的所爱去做。所以50几年是照着真侪的智慧活动，就是要去做，要恢复，要唤起咱迄个对上帝的信。就亲像上帝伊嘛。毋是讲安尼拢足绝情的，伊后壁13节讲，我偌年啊毋望我的子民听叹我偌年啊毋望咱富强人听叹上帝。富强人要行主的路，这是咱一个真要紧的真要紧的事啦。咱兄弟姊妹，诗篇的诗安尼讲遮个，互咱有一个学习，讲咱若无听上帝的声，咱就无法当顺服上帝。上帝对伫伊的应允。是袂实言的，对，袂讲我讲的无算数。所以你有听，你就顺服，上帝伊就应允，这是一个公式就对啦吼。过来，嘴里讲相信主的人，无听也无信上帝的话，所以地高上帝无法当显现伫咱中间。上惊是这，嘴里讲啊足好听，但是一点仔打击，一点仔挫折，你就对上帝怀疑啊。你就亲像耶稣咧讲这道理，互伊的故乡的那些人听共款。所以兄弟姊妹，无顺服就是死的信心的另外一个名称啦。讲你无顺服，你就信心是死的啦。所以对顺服的对象参有一点仔杂质，就毋是专业的顺服。上帝作为也袂当完全的遵行。今仔日，我使用耶稣讲的这个故事这是旧约。佮另外一个同款一个经典的，就是耶稣另外伫新约所拄到的这个故事，就是马大。咱则出名的这个马大，马大伊的信心的旅程，嘛是互咱一个真重要的学习啦咱圣经记载讲，马大的小弟列撒罗因为破病来死，
伊来找求耶稣的医治，迄中间的信心的起伏转变，信心的起伏转变。事实是，拿撒勒拍病顺，马大因就赶紧通知耶稣讲：你敢会当来赶紧甲阮小弟看一下，看会当救伊啦。但是咱圣经有记载讲，耶稣也无讲坐救护车也无坐紧急的赶紧去啦，伊嘛是照伊的计划照伊的路站行啦所以这个马大哇挡袂牢啊，挡袂牢啊。当伊看到耶稣的时阵改性就埋怨啊咧，意思是讲我平常时甲你关系也好我甲你叫你拢也无去插我，所以伊讲这个话有点仔讲无睬我咧款待你啦。所以讲主你若4天前来遮，伊佫特别讲4天，表示讲阮小弟已经4天咱要吵起啊啦，死4天啊啦。讲你若4天前伫遮，我的兄弟就袂死。你即句话有2个意思咧，伊相信耶稣的医治，但是伊感觉耶稣无尽心赶紧来甲伊医治安尼。所以伫即个对话过程中间，耶稣用信心的话来讲。因为耶稣甲伊讲，你的小弟就较袂死。这就产生一个差距。事实，像基本咱拄则对，以利亚、以利沙，佫现在这个马大，你有想到一个共同的意思无？这3个的故事，若是照你照我，大家人伫咱理智上，伫咱的认知的顶面，拢是无可能的，对不对？哪有可能面粉甲油食袂了？哪有可能去洗身躯就马方便就好？哪有可能小弟已经死去，带入梦内4天啊？耶稣讲你的小弟会活，这个拢是一个咱若要用咱一般的观察是讲足极端的、足困难实现的。但是啥呐？圣经要记载这个故事，上帝就是讲，连遐尔啊无可能的事，我拢有法度通成就。那安尼，你的信心？免拄着遐尼大的试验，你敢无吗？意思是安尼。所以咱故事是真长，咱当有闲去复习啦但是咱当小可来了解这个故事，讲耶稣已经知影拿撒勒会过活，所以当耶稣到伫梦前的时阵，讲耶稣哭啊，耶稣哭。有人拢会甲解释讲耶稣都唔甘这个少年囡仔拿撒勒，就少年就破病死。但是有个圣经解释讲耶稣其实毋是为着这个拿撒勒好啦，因为拿撒勒伊知影伊会活嘛，那伊就为着伊好。伊好是因为当时的马大甲玛利亚无信心，信心不足来好。当然这2种解释拢会通啦总是讲耶稣对这件事，对你马大的反应，因为咱若对遐对话有知影讲马大一直在挑战耶稣，一直在埋怨耶稣，一直在见怪耶稣。你都有法度，咱会无爱来安尼？所以人若无信，就袂当得到上帝欢喜啦。耶稣咧对伊讲一种信心的话，马大是咧对伊讲一种常识的话。耶稣讲的是信心，马大讲的是讲我看到的，世间都无人有拄到这款代志啊，过新4天打要安怎？所以等于马大忽略耶稣的心意，伊要赐予相信伊人上大的幸福，但是耶稣感觉真痛心啦，来责备。所以耶稣才讲一句话，耶稣讲：我毋是对你讲吗？你若信，就要看见上帝的荣耀。伊是对马大的一个指责咧。好佳哉，马大甲玛利亚因为看见耶稣安尼遐尼多激动，咱圣经无记载几遍耶稣生气，也是哭呢。伫遮耶稣伫流目屎，耶稣哭。因突然间醒起来。当然为着小弟无去急，一定会啦。咱若人拄着拢会安尼啊，足艰苦的所以会讲气话但是伊看见耶稣后，煞精神改变。马大因改变因的心意，为着因无相信耶稣来悔改，所以因选择最后是选择信心啦。这段话
因改变心意，选择了信心。意思讲，伫这个过程中间，也是马大、马利亚因一个信心的起造的过程。啊，拄着是一个足严重的事件，来互因得到信心的功课。啊，所以圣经安尼记载讲，马大因讲：主啊，我信你是基督，是迄位得要来世间的上帝的囝。顶甲一个故事讲到最后，马大伊用这个话来印证伊头前的无信，也是对耶稣的指责，也是怨叹。兄弟姊妹，这是何等互咱警醒的讲述？因为圣经讲，无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那相信就是爱相信，信心甲你的行为有三配合，来证明咱的信心嘛，吼。证明咱的信心。兄弟姊妹，咱长老教会创设者叫做加尼文吼，伊有讲一句话，讲信心就是目睭刻刻认真听，佮跟对，上帝要爱咱全然的顺服。意思讲，我安静，我谦卑，我要聆听对主的话。第二个是用咱出名，第二历史大战时阵出名德国的神学家。也是牧师潘霍华，伊讲信仰是顺服主的命令。信仰，你有顺服无？顺服主的命令。一个现代牧者叫做麦戈登牧师，伊讲顺服是开启每一扇门的锁匙，顺服互迄个信心来实现安尼。兄弟姊妹，在拄则咱咧敬拜赞美的时阵，咱的慈宝老师吼，伊是带导团队。咧邀请讲，咱明仔载开始就是40天的连锁祈祷，吼，连锁祈祷。这突然间伊咧讲这句话，想着讲，以利沙所拄着的，也是耶稣所拄着的，迄拢是拄着遮尔艰难的事，因都到最后虽然有一寡挫折，毋过因相信对毋对？伊顺服对毋对？但是若上帝甲你讲，我要大大丰富供应你。你来参加40天的祈祷，你感觉这有困难无？迄甲讲，拄着家己小弟无去啊，吼，拄着无米粉、无油通食，拄着嘛方便叫我去即个约旦河洗身躯。40天的连锁祈祷，是上帝予你一个锁匙啊！你有顺服无？你有愿意无？我昨昏个特别吼，甲咱2个单位邀请。我讲，咱上年访客，大家拢去签一顿。我讲，上好是禁食搁祈祷啦，吼。若袂当，我都拢爱食物件，爱食药啊，袂要紧。毋过你爱祈祷，无禁食爱祈祷，吼。若上好是讲，我3顿中间，一礼拜21顿，我1顿禁。剩的我嘛会当祈祷啊，这张祈祷单伫遮，你家业伫圣经啊、圣诗安尼啊，吼，这张单伫遮。我就时间到啊，我就摕出这张，吼，礼拜日的早顿有2点，礼拜日的中昼顿有3点，我就为着这个祈祷啊。你有禁食较上好，无禁食祈祷，这嘛是上帝所欢喜的。我意思是讲，上帝会因真侪无共款的恩典赐福，但是伊敢若要求讲。你有要顺服无？吼，若比较咱拄则讲的迄3个故事吼，咱做伙来同心联手祈祷，这是一个足简单的事啊。约书亚第1章第8节，伊讲，这律法书都爱常常伫你的心内，忍袂毋通放开，互你通遵守我所讲的这律法的话。那安尼就要互你行通，一切顺利。这是上帝对约书亚所应允的。顺服确实无简单，因为有时你是用你的常识、用你的经验、用你的自尊在判断这样代志。若无，我若先知影讲后壁有遐尼侪好的事，我顺服就无困难啊。所以其实是咧对你的骄傲精进，敢毋是？是你对你有谦卑来争战啊，是你对你有交托无来争战啊。有一个小故事啦，讲征服人生的圣母峰。
美国一个出名的登山家叫做吉姆·惠塔克，伊成功的故事中间有一个小故事，讲伊这个团队为着要征服圣母峰，就是咱知影讲啊，这个世界上悬的山嘛，8000几公尺，伊就来到伫尼泊尔，咱知尼泊尔就是个圣母峰的下面嘛，伫遐做登山的训练，严格训练。这是一个登山的人啊，要爬山的人袂当欠亏，特别迄个氧气无够的时阵，你爱伫迄个半山遐先操练你的呼吸就对啦吼。啊，这个是这个登山家吼，惠塔克。啊，这是伊登到圣母峰翕的一张相吼，一张相。啊，这尼泊尔吼，拢有迄个向导向导吼。就对于这个爬山的人讲话啦，你甲伊讲我要安怎甲你引带。伊敢若讲一句讲，恁若是要爬去你到圣母峰登顶，吼成功，恁爱信任我，爱对我，吼。这个尼泊尔，咱知影遐有足侪，迄个当地的人吼，足好的向导呢。啊，毋过这个队员吼，听着讲，哎哟，这尼泊尔的向导吼，还佫也无高强大汉，伊讲哎呀，这个无大脑啊，吼。阮这阵是为着要征服圣母峰吼，迄严格我训练偌久的，啊叫我都爱对你，啊所以呢，讲你是一个登山的导游若定，啊叫我要相信你吼，实在是无可能的事，骄傲。啊所以因骄傲无要听导游的话，但是只讲这个惠塔克，这个登山家讲，我要爬上山顶，所以我会全力来配合。结果吼，最后就是讲，只有相信这个导游，这个登山向导哈，啊谦比军队伊的惠塔克来登山，其他的队员吼，毋是因的体力无够，毋是因的装备无够，因为伊都无熟悉这条山路嘛。啊，足侪人拢出道，啊无就足侪人吼到顶悬吼，有出状况就对啦。啊，所以因为有顺服。这个惠塔克诚做美国历史上头一个征服圣母峰的人，因为伊谦卑，伊知影我有专业，但是各人的专长，这个向导是我要军队的，啊，所以会当登上。因为即位，当相信主，就是有谦卑的心、骄傲的心，袂当全然来信靠主。谦卑的人，袂会靠家己的思想甲判断。啊！你家己的想法、家己的经验无共款，是全程的仰望。兄弟姊妹，咱结尾来讲，信心甲顺服，佮加上咱的行为，就是交托，是伫咱的信仰生活中真强调的要素。信心、顺服佮交托。因为你若有足侪代志自身你家解决就好啊，就是因为你知影即个代志毋是你解决得起的，啊，你佮无信心，佮无交托，安尼等于两项拢无。所以靠恩典生活的人是信靠顺服主啦，将你的重担也交托互主，紧紧来军队。所以兄弟姊妹，伫世上生活的人，有诶过了真艰苦，但是有诶人足平顺，是毋是好事拢出自你身上？啊，我无咧，毋是，拢是因为你信心有够。偏偏一个人因为有信心有交托，伊过了足平顺，有诶人就靠家己骄傲，也是靠家己的聪明安尼。所以。兄弟姊妹，伫咱廿子50几年，我奉主的名来祝福每一位富强人，拢会当用信心、顺服甲交托来经历上帝的荣耀。咱是靠着主的恩典来活。啊，所以咱另外一个邀请就是讲，兄弟姊妹，将你信心的故事，将你的祈祷得到应允的故事，爱写起来，写作见证。这是祈祷的手的邀请。所以勇敢将这个事记在你的记忆内底，也正做咱富强教会一个足重要的资产。就亲像色列法的官府，亲像乃曼，亲像马大，因安怎经过这款的信心甲顺服，咱所拄到条件无可能比迄三个较大，但是咱的顺服要应允，看见上帝应允伫咱中间。现在咱要吟首诗歌，这首诗歌是。我的信心若无定，是一种祈祷的诗。咱来吟首诗歌来回应反省咱伫上帝面前的关系。573首。